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新漢嘅 YouTube 頻道，我係 Andy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咧，係嚟自英國嘅 Exposure 呢個力寶星呢個品牌嘅一套嘅前後級，分別有 XM7 嘅前級啦，同埋 XM9 嘅一對嘅 monoboard 嘅嚇。咁呢個英國嘅品牌咧，喺1974年咧已經係開始生產佢嘅音響啦。咁至今已經係超過咗50年。咁廠方嘅做法咧就係話係盡量想傳遞到最真實嘅聲音俾大家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其實佢冇乜好花巧嘅設計。咁佢只不過咧係將所有嘅成本都係投放翻喺個產品嘅用料啦，同埋個調聲方面。咁聲底方面咧，其實大家都好喜歡英國嘅聲音，因為點解咧？英國聲音呢一個嘅特色咧，佢係會係喺一個中高音上面咧做得好細緻啦。咁而佢嗰個中音方面咧，係會係好有感情，好musical。而佢亦都係有翻個低頻咧、低音方面咧係托底，好有層次咁去出翻嚇。咁而後級方面呢個 XM9 咧，我想介紹翻咧就係話佢一樣係好似前級，都係入邊有一隻好大隻，係超過200火嘅一個環形嘅箭豬牛，咁係訂製嘅，嚟自挪威一間好出名嘅廠。咁每一邊聲道咧係有80瓦輸出。咁對於一般客人咧係推一啲嘅書架啊，或者係唔係話好大型嘅坐地喇叭咧，其實絕對係可以足夠應付嘅。咁如果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想試下，記得約我哋同事。咁啊，記得亦都要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。有興趣呢部機亦都可以上我哋 online shop 去瀏覽一下嘅。咁我哋今日介紹去到呢度，咁啊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